比完了的时候嘛，前面呢是前台相当于说那个事情上呢，那是吧？也没就是你们来看嘛。现在呢，那把也没那票有些呢，可以也没得，可以我只看个，我只看那种那电影呢，那没去做，没有做的是啥呢？那什么要做一个那，我当年那边是一般是还有，那边是是怎么做？按照外面嘛做嘛，那做嘛去，那我那我讲嘛，我是做就做嘛做嘛呢，然后呢，嘛做嘛那个，那个我呢，假如嘛家里面是啥的嘛，然后呢那做什么呢？有哈嘛，那边呢嘛那边就做嘛那。我们这种就被视为那个是那个嘛的嘛，那我们那，我们就被视为那个地方被丢了，我们那丢了地方被丢，就被我们这里丢嘛丢，我们那地那干嘛嘛钱也丢的老啊，我们那个，我干嘛不呢？我干嘛不那个，那么做那个，但我们那没丢，那个，嘛没丢，那没丢，这个做一点没丢，这好多的。我们这个是做那个是，还是我们那个是我们那做那个做那是做，那边还是是啥那个，那嘛刚谈的那个是，那个是那个边就谈的做那个，那我们这里是做那嘛，那个开始那个是呢，那个反正前面那里的做嘛。那什么就做个穿那么些年，我那多铁了呢，那多什么了？我们做一嘛呢，完了呢，我们去做啥老板呢？那在前面跟那啥老板呢，就说那，对，那个就是说你啊，那么做个，那么那做个就是说那个，看你要来个多，你们也是搞面的时候，这那个国家看要不要这我们还是个团不能，什么的那你也我们是那个，看要的这个我让我是的那是这样的传我们也比较，还是个不同的嘛，还是个不同的。那还是也我们那是个做的那个。我来这种那还有那个新的老，那个新的明年，那你是啥？这边那也有那个有没那个都呢？还有没有那提过了？我也没有那新的明年那个新的那是不怎么说？可能也做，肯定做的，那个。什么我们做么那？这里这我们干嘛上面去这样那上海我们这个比较近嘛，这里那个那里古面那古面然后呢，都想什么那就是那个那西街的那就不对，那买个做的，那买个做的没提交，我们提来做的那个护肤料那个护肤料提交。那个我这个像上小那个，我记得真的有那上车的怎么样的，上车嘛，那到底上车了，那个主要嘛是我们上车的主要那个鸭子，买一点嘛，因为买一点不要鸭子是什么？举脚的我们三元啥呢？举脚的好多年，那可能我结个新年话，那个举脚你要上好明年那他们也是年今年的，那个
那你还得稍稍的说，那你苦说的那个，那个等下个月。